要喺奧運站買個2房嘅海景單位呢，朗晴灣就非你莫屬。Hello， 我係 Didi 啊，要喺九龍區揾一個海濱長廊嘅屋苑，真係唔容易㗎。呢度嘅面積呢，實用係548尺，而且呢度呢係冇露台嘅，咁所以呢個廳係特別大嘅。同區嘅2房單位有海景，又有3邊落床嘅面積，係好少數嘅。另外一個房呢，都可以擺到雙人床架。浴室嘅空間呢，同 BB 沖完涼呢，都好鬆動㗎個位。而女主人嘅夢寐以求廚房呢，就要夠大。食完飯落嚟散下步，又可以帶啲小朋友落嚟玩下滑板車，仲可以帶啲寵物落嚟跑下添。如果你哋有興趣嘅，都歡迎你哋上嚟睇下㗎，PM 我哋啊！